熱愛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就話起生與死也是香港地。這片土地，一起來聽優秀香港地，聽優秀香港地。Check it out. He's so popular. Hey, Get up on the mic. hey, She can rock with you. Come on, rock, come on. Here's popping to the beat. There's nothing stopping now. Stopping now. Let's get up on the mic. She can rock with you. Rock with you. Rock with you. Everything is cool. Everything is cool. 其實之前呢就問過呢，這兩位喜歡什麼味道？咁其實我個人呢，我都有一個係真係好明確地中意嘅兩種味道，一個就係番梘味。OK， 做咩啲 Gary 哋真係救命啊！而家唔愁嘅樣，因為唔係愁，因為咧其實我好多學生咧係本身咧佢係中意整手工番梘。哦，係啊，所以你一講番梘咧，我就諗起咧呢班學生佢哋咧好多時候咧就係專登嚟學調香，就係想加一啲香味入佢哋嘅手工番梘度。哎呀，這個好，呢個好好，因為其實手工番梘通常我覺得佢好悶，就係冇乜味啊嘛。係啊。剛才你們說到就是番梘咧，因為點樣？我覺得聞落好似啱啲衫洗完咁樣，好乾淨，成個人都好似啱由洗機撈出嚟嗰種感覺啦，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爽身粉味。哦，爽身粉係啦 ，BB 嗰啲爽身粉，一聞落就即係覺得好安，即係諗翻起細個嗰陣時，好媽媽好安全，即係嗰種感覺好舒服嘅。冇錯，係嗰個就係茶粉嘅第一下嗰個感覺啦。所以其實我覺得但這兩個味道呢，都係我好似唔係話好傳統嘅味道嚟㗎嘛，都算係係咪啊？其實咧，你呢一個味道咧，就有好多古仔喺背後嘅嚇。譬如話爽身粉啦，好多時候細個嗰陣時咧，習慣咗呢種味道咧，咁你到你大個咧，你都會好回憶起呢種味道嚇。所以咧喺我提一提我哋好多時候，我哋會用氣味做營銷，或者啲產品咧會加入氣味。咁喺爽身粉嘅類別咧，曾經咧有一啲爽身粉咧嚇。嘗試用第二啲味道加入，譬如話檸檬味啊，或者棉花糖味啊，咁睇下啲消費者接唔接受啊？但係原來咧當爽身粉冇咗爽身粉味，係用咗第二種味咧，啲人係唔會買呢個產品嘅。哎呀！係喎，真係，即係你頭先一講起 Gary 頭先，剛才一說起說可能會有檸檬味的，我就想說，我還是喜歡爽身粉原來原味的那個狀態。所以說呢個就係一個氣味帶俾大家嘅記憶咯，係冇錯。那其實呢，剛才就說到會有一些新的香味推出來，所以其實我們調香師一啲專業嘅調香師，他們的工作就是致力於要調配即係創新嘅味道出嚟，係咪啊？嗱，我哋咧係行業裏邊咧有唔同嘅工作嘅調香師咧，最主要咧就係應用一啲香味咧去做一啲譬如話用10種、50種、100種去調配一隻比較創新啲、特別啲，俾一啲顧客係用嘅香味。另外仲有一種工種咧，我哋就係一啲研究師，就係研究一啲新嘅一個成分。係去俾呢啲調香師去用咁所以咧，其實調香師嘅工作咧如果當你未了解咧其實佢好專門嘅咁而喺呢一個工作背後咧，其實仲有好多團隊咧係去協助佢研發一啲新頭先你咁講新嘅一啲嘅成分、新嘅一啲嘅氣味，俾佢做新嘅配搭嘗試嘅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就是可能有些聽眾朋友留意下香水啲味道，咁可以期待下啲唔同嘅新嘅味道啦。這樣子，我自己也是一看到一些牌子有新的味道，我也會即係即使唔買，我都會想聞下佢到底新出咗咩味，這樣子。所以其實味道這個東西，可能在生活當中，大家平常未必留意到，但係的而且確可能係生活當中一個部分啦，咁樣。是我在躲避，只敢偷看你，
碎碎念着無聊話更無味，從哪來的你難書寫的美，迷戀時才怕我愛不起，假如情歌響起挽着你手在天空飛，只得我和你沒有黃或雨相悲，天涯無歌響起，你是旋律在我心飛，那天偶遇你便已明白我喜歡你，若你住天上，可否觀察我？每個朝靜無眠夜，看着我，和你留影過，從此一起過，途上無名過客，卻偏太多。假如情歌響起，挽着你手在天空飛，只得我和你沒有黃白雨相悲，天涯無歌響起，你是旋律在我心飛，那天偶遇你便已明白我喜歡你。轉送歌與歌來文字，你可在意，或輕忽我心事，清潔的暗戀是遺物，多麼幼稚，難完場敗要是送出心中的句子，幾時離歌響起，你沒回首就似高飛，太想抱住你，落字情人便荒廢，不能長此一起，那段旋律未變依稀，已經放下你，但我何時至心死，天涯無歌響起，我何妨泄露了天機，我很掛念你，沒法逃避，我想一起。沉下去我喜歡你。仲熱愛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就或犧牲與死，也是香港地。热爱爱爱爱这片土地，一起来听优秀香港地，听优秀香港地 Come on, yo, make it dance, shorty. ，check it out， You so popular. 嘿， Get up on the mic, 嘿， so she can rock with you. Come on, rock, come on. Here's Robert to the beat. There's nothing stopping you, stopping you. Let's get up on the mic, so she can rock with you, rock with you, rock with you. Everything is cool. Everything is cool. 因為我哋可能講起香水文化呢樣嘢啦，我哋就會諗到話法國嘅香水文化可能好成熟。
咁可能大家對於好多品牌又好或者使用嘅程度啊又好都好高嘅。咁但係其實對於香水嘅認知擺到落去香港人呢一度啦，香港人自己本身對於香水嘅認識啊，又或者香港嘅香水文化，兩位老師覺得其實有啲咩地方可以進步下，又或者你哋覺得現況係點樣嘅呢？OK， 咁就等我答啦。好啊。咁其實大部分咧，香港人咧，即係搽香水啦嚇，初啦，我自己都係嘅。年青嗰陣時咧，我以為搽香水咧就遮咗體味嘅啫。哦，然後我晚上在想，我在想什麼呢？我是想話俾人聽，我好乾淨。就算你幾乾淨都，始終有啲男仔咧比較中意運動啲嘅咧，佢哋都會天熱啊，特別會容易有啲體味。咁好多男仔就話：我搽香水咧就中意遮咗啲體味。咁呢個係誤解嚟嘅，因為咧其實咧最緊要保持清潔同埋用止汗劑咯，唔係用香水咯。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即係止汗劑同埋香水係有唔同嘅功能嘅，係啦。咁其實咧用香水咧，即係嗰個唔止一種味咯。係嚇，其實香水咧好多人喺香水嘅認知咧，其實就唔係好清楚嘅。即係例如好似頭先我講啦，啲女仔去買香水嘅時候，可能我淨係中意果味，我中意咩味咁。好多時誤解咧，香水只係第一種味。咁其實咧香水可以有唔同嘅層次㗎。咁例如啦，即係香水咧有最基本有3個層次啦，初調啦、中調同埋基調嘅。咁甚至乎咧去買香水嘅時候咧，我記得有一次咧，咁即係我哋有經驗啦。咁去買香水，而家好興咧，就遞啲已經噴咗香水嘅紙俾我哋聞噶嘛。係。咁但係咧，我就會問嗰個 sales， 我就話你知你張紙噴咗幾耐？佢話2個鐘到。咁其實咧，如果喺香水即係一直有質素啲嘅香水，有唔同嘅調裏邊咧。咁第一個初調已經走咗噶啦，就是第一個味道已經不在啦。係啦，咁變咗第二個味道，或者甚至乎佢擺得耐，第3個味道已經出緊嚟。咁變咗同你真真正正啦，點解我買咗翻去唔係我聞嗰隻嘅？咁會係咁樣咯。對，我經常發生呢樣嘅事情。係啊，即係現場聞嘅時候，你俾人呃咗啦。係啊，現場聞嘅時候，我覺得哇好好聞啊，翻去噴，咦點解咁臭嘅？係啊，咁所以其實咧，就算即係我哋自己買香水咧，最好就叫佢即刻噴落去新鮮咁俾我聞一聞。咁好多時我自己嘅習慣咧，我就唔會即刻買嘅。我就會行2個圈先。甚至乎我會擺2日先嘅。將嗰張紙夾落一啲書嗰度擺2日。咁你咁上下，你攞出嚟第2陣味又唔同，過咗幾日嗰個味又唔同嘅。OK，所以通常如果說專業嘅我哋 Deborah 老師，你買香水係會3隻味你都希望係你自己中意你先會買，係咪咁講？嗱，基本上咧，而家有啲香水佢都會寫咗佢有啲咩成分㗎嘛。咁但係當然啦，我都會揀一隻我梗係自己中意先啦。咁通常佢溝得埋嘅，應該都係好聞嘅，只不過係第1陣同第2陣同第3陣味道唔同啫。會有什麼不同呢？其實即係會有點樣嘅唔同啊？初步嗰啲味咧，可能好 sharp 啦，你一聞哇好中意。正如你講啦，你買到翻去，咦點解噴咗唔中意？咁正正就係可能第2陣味出嚟嗰陣時，你唔中意嗰種味。因為我頭先講過啦，中意香味係好個人嘅。係啊，咁所以如果第2陣味你唔中意嘅時候，你咪覺得蝕咗添，買咗隻唔中意嘅香水咁樣。OK，係嗱，你頭先阿 Deborah 講咧，佢就話。第1陣味，第2陣味，我哋其實咧，因為唔同嗰個香料咧，佢揮發時間都唔同，咁所以揮發得快咧，就係第1陣味。如果揮發得慢啲嗰啲咧，就會係之後先至慢慢浮出嚟嘅。咁所以咧，就點解會話有唔同嘅層次啊，或者你聞到唔同嘅嘢，就係因為嗰個揮發速度唔同，影響咗佢。所以說呢，兩位剛才我們介紹的一些關於香水的知識呢，其中還有一些大家對於香水的誤區呢，大家可以多多留意的一下，即係尤其是平時買香水嘅時候留意多少少。您正在收聽的是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舉止仍像少女，你跟我每夜仍醉醉，到夢裏追，贈你哈羅吉提那玩具，這天早變作茉莉香水，你的笑卻是照舊和煦，留在你漫畫書裏。
當初那美麗神仙伴侶，就像那青春洪水，現在已經不可能追。那故事倉促結束，不到氣絕便已安葬，教兩人心裏有道不解的就沒法釋放，讓我們打聽對方今天過得一切平安。縱使相見已是路人茫茫，念書等愛侶入睡卻偷看。離別剎那，今生停頓了嗎？縱使我最後曾認命邂逅了他，但信一天總會再遇吧。我想聽你說別喜歡他，你跟我以後抱着回家。其實你是一幅畫，狠狠往這舊人心上掛，現實過得不順嗎？定定望向這畫中曇花，那故事倉促結束，不到氣絕便已安葬，教兩人心裏有道不解的就沒法釋放，讓我們打聽對方今天過得一切平安。相見已是路人茫茫，記憶中你仍像初戀好漢，吻過20年還未寒，離去60年仍熱燙，共你就似被舊情下了崗，像下了崗，每晚都想起對方，誰亦會講，假使那要懷念，必會再次有回關，其實讓我緊跟某人，思憶早閃閃發光，個個也探問愛戀不老的秘方，唯獨壯烈離座可百世流芳。你未忘，我未忘，由星伴在旁。那故事倉促結束，不到氣絕便已安葬，才成就心裏那道不解的就沒法釋放，讓我們打聽對方天天過得一切平安。縱使相見已是路人茫茫，這生恐怕會念念你不放，留戀着不想過對我。財經消息。晚上9點半，香港電台。下面由孫雷播報財經消息。英國富時100指數報6025點，升75點，升幅1.2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1，日元113.26，瑞士法郎0.999，澳元0.72，加元1.372，新西蘭元0.668，人民幣6.523，英鎊對美元1.409，歐元對美元1.103。倫敦金每安士賣出價1214.33美元。現時錄得室外氣溫17度，相對濕度96%。香港電台本節財經消息播報完畢。AM 621，屯門北跑馬地 FM 100.9，天水圍將軍澳 FM 103.3，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譜出生活精彩。
元宵节吃汤圆赏花灯，样样少不了。赏了花灯就要猜灯谜，听好题目咯。男生太多，猜一字。这我知道，男生多意味着女生少，此乃美妙的妙。真妙！普通话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天天妙不可言。香港有很多珍贵的大自然资源，我知道有超过3000种植物，有450多种雀鸟，是全中国的1/3，还有淡水鱼、蝴蝶、蜻蜓和香港独有的卢氏小树蛙。那么你们知不知道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尊重和欣赏，珍惜和爱护，还要记得把自己的垃圾带走，保护生态环境，共享自然资源。这个时间，优秀帮，优秀帮。回到9点32分的优秀帮，继续回到言情这里。那等一下呢，我们会继续请来我们香水学校的2位导师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一些香水的知识。再次的跟大家说一下啦，3月中开始呢，我们优秀帮呢会有新的节目的安排，到时候会有新的成员加入，也会有不同的环节贡献给大家，非常精彩哦，不要错过了。到时候我们再见了哈，你依然会听到我的声音。等一下一首歌曲回来之后，马上开始继续我们的优秀香港地，我们聊一聊香水的知识。等一下回来。夜幕哼起幽怨情歌，詞人又可自愈失戀這幾個，戀愛時許多關卡不見得太易過，幸我灑數幾個終生擁抱於恆河，但願寫首簡樸情歌，能平復小梅小風波打破，相信是這種天真想法能說服你，人海裏即使美滿團圓未算多，或許只得你共鳴，可歌可泣的感性，只因一起堅持這份傻勁，回味多少悲痛莫名，總算動人入聲，能替愛情做見證，就像一首古老情歌，維繫絕非易事，當新歌交錯，很慶幸怎麼初初交往能接受我，還可以幾經補償，情懷像最初，或許只得你共鳴，可歌可泣的感性，只因一起堅持這份傻勁，回味多少悲痛莫名，總算動人入聲，能替愛情做見證，有多少意見提煉到這一份情，還遇上10次虛驚，遇10次反省，平淡的歌
曲線的倒影。仲熱愛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愁或喜，生與死，也是香港地。这片土地，一起来听优秀香港地，听优秀香港地。Check it out. You so popular. Get up on the mic. She can rock with you. Come on, rock. Here's Robert to the beat. There's nothing stopping now. Stopping now. Let's get up on the mic. She can rock with you. Rock with you. Rock with you.我頭先突然間諗到一個咧，即係可能平時用嘅問題嚟嘅啫。香水應該噴喺邊呢？哦，very good question 啊！呢個好好問題啊。係，所以我等緊你 very good 嘅 answer。正想話俾你聽，我想有個好 good answer 俾你。咁咧，我哋過往啦，用嘅香水咧，我哋好多時噴喺頸啊、手啊嗰啲，其實係唔啱咯。其實應該噴落衫嗰度嘅。真的假的？係啊，真㗎。因為其實啲人成日都話你要噴喺你身上體溫最高嘅地方啊嘛。係，其實 Coco Chanel 啊話應該噴喺俾人哋 kiss 嘅地方添。係難啲喎，因為香水係苦啊，好難大家當唇膏咁搽咁嘅樣。所以應該係噴喺衣服上嗰度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大部分而家嘅香水啦，市面所有香水咧，好多部分都係用 chemical 做出嚟嘅。咁變咗咧，如果你真係噴喺呢啲頸部嘅時候，佢跟住啲淋巴走落身體，其實係冇益咯。哇！天，原來是這樣，大家真的要聽清楚呢件事情。因為其實你諗下，我哋維他命 C 就話對身體好啫，但係可能一啲香料嗱，就算你用天然又好，你用合成都好。因為係好濃縮嘅一啲嘅香味嚟嘅，咁所以呢啲咧吸咗落去身體度，好似阿 Deborah 話齋入咗淋巴系統咧，其實你需要你嘅身體嘅器官咧去慢慢做一個我哋叫做新陳代謝咁所以你係增加咗你身體嘅負荷嘅，咁所以你冇必要嘅話咧就盡量係噴喺衫度會好啲。這個說得好，這個真的是一個新的觀念，就是關於香水到底要噴在哪裡。大家會說，我開頭即係中學嘅時候咧，唔知即係聽啲同學大家分享啦，要噴在脈搏嗰個位，係，因為佢話佢會跟隨你心，即係佢會跟住你心臟嗰跳嘅程度咧去散發味道，我都覺得哇，好神奇啊！呢件事，呢啲都係誤解嚟嘅。係啦，之後又會聽到話要噴喺體溫比較高嘅地方，先會比較容易散發到嗰陣味出嚟啦。咁然之後今日原來即係要噴喺衫度比較好啲，對身體會比較好啲，咁大家要多多留意啦。其實而家咧香港有啲即係世界嗰啲即係調香師啦，佢哋都會做咗一啲香水噴落頭髮嗰度嘅。哦，這個也有，這是也有的，我知道。但係同埋嗰啲係有啲，因為人唔洗頭啊嘛，所以人可能又係咁嘅原因。好多時，其實說到香味，可能香水很多的一些學問，大家都很想了解。那不如打聽一下，八卦下啦。即係可能有啲香水學校嘅同學啦，係咪都係女仔比較多啲咧？暫時好似咧90%都係女仔嘅，但係佢哋都多咗男學生嚟嘅。係咁其實佢哋去學香水，即係頭先聽阿 Gary 講到話咧，有啲去學香水可能係為咗之後可以即係研究多啲味道，擺落一啲自己其他嘅手作嘅作品入邊，譬如手工番梘嗰度啦。咁其實另外一啲人咧，即係通常香港人想去學呢啲咁專門一啲香薰嘅知識嘅時候，係啲咩原因驅使佢哋會去學咧？嗱，我分享下啦。雖然咧，我哋香水校淨係成立咗1年，但係咧，我哋學生唔淨係本地，我話俾你聽，我哋亞洲都有好多學生。OK，就是很多其他特登飛嚟香港學啊。Deborah 同我之前咧就係我哋見過有2位馬來西亞專登飛嚟嘅學生。係啊，佢哋飛嚟香港點解要咁樣學咧？就係因為佢哋當地冇一啲好有系統嘅訓練。咁跟住咧，佢哋想喺當地咧開一啲叫做 DIY 香水專門店。哦，明白明白。咁所以咧，佢就專登過嚟咧，就係取經啦咁樣。咁另外仲有我哋有澳門嘅學生。我哋差唔多每一班都有1個學生至2個學生係澳門人嚟㗎。OK。咁佢哋咧就會專登過嚟咧，就係當一個旅遊節目。
因為佢哋咧嚟香港好近㗎，嚟香港唔去食魚蛋，所以佢哋同我講就話啊，我哋搭船過嚟咧1個鐘，咁但係咧就嚟到咧就想揾一啲節目，咁就好似咧嚟到比較有意義啲，咁所以見到咧呢一個課程咧喺佢哋喺即係當地可能冇，咁所以你就專登嚟學啦咁樣。OK，咁另外仲有台灣嘅學生。台灣也特地來學，咁點解咧？因為咧台灣咧佢哋多數中意用一啲香薰香薰油去做香水，咁但係咧我哋除咗教呢啲香薰油咧，我哋仲會教頭先講啦合成嘅香料啦去做香水嘅，咁所以咧就我哋會有一啲咁額外嘅資訊咧就係提供到俾佢哋，咁所以佢哋咧就會專登飛過嚟咧就係香港學。咁至於本地啦，頭先咁講，佢哋除咗係因為想加啲香味落去手工做到啦，即係番梘度啦，另外就係有一啲咧，佢哋中意將啲香味咧加落佢哋化妝品度嚇。而家有好多天然化妝品調配師㗎，係啊，咁誇張？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就佢哋天然化妝品調配師係可以調咩化妝品咧？即係粉底嗰啲？唔係，多數都係護膚嗰啲多嘅啫。OK， 即係可能cream 啊。OK。咁另外當然咧就係有啲送俾朋友啊或者自己啦，譬如話前嗰排情人節啦，咁都有一啲即係佢哋專登嚟就係送俾佢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啦。OK， 所以其實我是可以通過一些學習嘅知識之後，調一支自己獨一無二嘅香水出嚟噶嘛，係咪類似咁樣嘅概念？OK， 那不如想問一下，你有冇發現說上堂嗰啲女仔，即係女仔多啦，咁女仔通常佢哋會中意調一隻咩類型嘅香水嘅味道多㗎？你哋啲同學嘅話，哇，其實真係百花齊放㗎喎，係百花齊放，係啊，每個人都好獨特㗎，但係佢哋就話喺街買嗰啲味點解隻隻都差唔多？係咯，所以先至要嚟學咗之後就將即係佢哋自己諗到想像到嘅元素加落去咯。OK，其實因為我自己就之前就有一些香水牌子，它會出一些很奇怪的味道嘛。咁我自己其實都好中意聞佢啲咩雨後嘅花園嘅味道啊，草味啊嗰啲，係啦，就係嗰個牌子啦。但係就是我很喜歡聞那個味道，原因是因為你覺得有啲真係似嘅，係同埋即係可能大家會覺得雨後嘅時候，大家成個城市都好清新啊，咁佢真係有嗰種清新嘅感覺，都真係幾開心嘅。所以呢，我發現自從我認識那個牌子之後，我有個習慣，就是我還蠻喜歡聞大家身上什麼味道的。即係我可能會新識個朋友啊，咁樣如果當然唔係特登去聞啦，即係可能佢散發一種好特別嘅香水味，咁可能我真係會憑呢個味道就會認得佢咁樣。找要住的冬舞。
到表參道，月色正打掃，黃葉在起舞，夜深表參道，讓我再起步。何處是旅途？隨處是旅途。忍唔住問下咧，會唔會有一種職業病咧？即係見到邊個都係問下先。嗱，我接觸香水嘅初期，我有嘅嚇，係嘛？我係好瘋狂嘅嗰陣時。譬如話我唔單止聞朋友嚇，又或者身邊所有嗰啲香薰產品嘅味道，我每個星期咧，我一定會抽一兩日咧，就係去花墟啊。去聞花嗰啲啊，係，因為當你中意香味嘅時候咧，你係好想係去聞好多唔同嘅香味嚇咁樣嘅，咁所以我好中意啦。咁Deborah 我知道咧，佢最近就已經有佢嘅一種職業病啦。我等佢分享下。Deborah 你嘅職業病就唔係而家開始嘅，因為我以前喺歐洲住嘅。係咁歐洲咧係得兩種味道係最開心嘅，你一出門口就聞到咖啡味同埋香水味。哦，因為全部人都中意茶嘅。冇錯。咁變咗咧，我又中意從小到大都中意香水，咁所以其實我嘅職業病就我去到每一個賣香水嘅地方咧，我都會問啦，傾偈啦，同埋即係佢哋係好好啦，嗰啲 sales 又好願意咁樣去解釋俾我聽，佢有啲咩味咁樣咯。OK，咁啊從中再學多啲嘢咯。OK，所以其實係好八卦嘅感覺，係八卦啲味道啦。亦都會留意一下而家最新嘅一啲香水嗰個潮流啦。佢係頭先初調啊、中調或者基調，佢哋中意點樣做？因為我哋都要留意翻咧，而家顧客或者一啲大品牌咧，佢哋中意做緊啲咩香味嚇，咁所以我哋有時都要知道呢啲資訊咧，就係喺堂上邊啊分享啊，又或者係當我哋做一啲新嘅香水嘅時候，需唔需要又跟翻個潮流去做咯？即係剛才說到可能職業病，就是關於聞東西呢件事情，但是我們成日都話審美疲勞或者嗅覺疲勞㗎嘛。我們說嗅覺可能會有疲勞，忍不住問一下兩位老師，如何去就是舒緩這種嗅覺疲勞，或者說是即係我哋成日話，即係我哋買香水嘅時候咧，店員會準備一罐咖啡豆咁樣嘅嘢㗎嘛。即係你聞得多，即係可能就嚟分不清楚哪個味是哪個味道嘅時候，會聞一聞咖啡豆。咁其實呢個方法係咪 work 嘅咧？
呢個方法咧係 work 嘅嚇，咁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聞得多花香啊或者果香，其實你慢慢聞幾次咧，你係會嗰個我哋叫嗰個敏感度低咗嚇，咁所以咧你需要一啲特別嘅嚇完全唔同嘅香氣去 refresh 翻你嘅你嘅嗅覺嘅記憶嚇，咁咖啡豆係最有效嘅方法。另外我提供第二種方法，就係聞我哋嘅皮膚嚇。當你咧係冇任何味道嘅皮膚，聞自己嘅皮膚。就這樣子把手貼上去聞就可以了。係啦，聞下你自己嘅皮膚，因為你最熟悉你自己皮膚啊嘛。咁所以當你聞自己皮膚嘅時候咧，就會好似聞咖啡豆咁樣咧 reset 翻你自己嗰個嗅覺嗰個記憶嚇。OK，係啦。但係上堂嘅時候，可能大家調下，即係啲味道聞得太多，你都會叫大家一齊聞皮膚。係或者聞咖啡豆，我哋堂上面有提供咖啡豆嘅。OK，因為我覺得咖啡豆那個真的係蠻有效的，即係自己揀香水嘅時候都有呢個關係。剛才就今天呢，聽到就是兩位老師跟我們分享了很多有趣的一些、很有用的一些資訊，我自己非常的開心、很感動，因為呢一個好似係一啲我哋可能好注意，尤其是香港咧，係個消費能力好強嘅地方啦。咁大家都會好希望可以做多少少提升自己生活質素嘅一啲行為啦。咁樣，我相信可能香水購買香水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大家越嚟越即係重視嘅一個生活品味嘅過程嚟噶啦。所以呢，就不如最後啦，請兩位老師幫我們分享一下，即係喺一啲揀香水時候嘅一啲購買香水嗰啲小 tips，好唔好啊？可唔可以請導師我們的 Deborah 嚟幫我們呢一起說說看，這個揀香水時候有啲咩注意嘅事項可以一齊留意下呢？ OK， 咁其實咧揀香水咧，正如我頭先講啦，我哋要即係唔使咁衝動即刻買嘅，係真嘅，因為嗰啲味道有啲唔同啦，同埋本身揀香水都係一啲好個人喜好嘅，好個人喜好嘅，甚至乎即係嗱，如果假設咧大家都係拍緊拖嘅話，就最好咧帶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一齊去揀，因為你個 purpose 買嗰隻香水咧唔係自己聞嘅，係俾對方聞嘅，咁如果因為有時女仔同男仔聞嘅味道係唔同嘅，有時女仔中意可能男仔唔中意嗰隻味嘅，係啊，咁最緊要既然我哋要討對方開心嘅時候咧，咁梗係要買一隻佢中意嘅味啦嚇。咁另外咧就係例如即係頭先講過啦，唔同嘅年齡啦，揀嘅香水唔同啦。咁同埋即係真係喺聞香水嗰度咧，例如送支香水紙俾你咧，你即係不妨同佢講，你可唔可以揾一支新嘅紙噴多下，噴落去，噴多一次俾我聞。咁甚至乎你真係可以走2個圈嘅，如果你真係好趕住買嘅話，你咪走幾個圈再翻去買咯。咁同埋都係揀一啲即係自己好中意，特別你頭先講啦，你咪試下嘗試揾下一啲番梘味咯。或者你話咩咩雨後的花園啊嗰啲，即係最緊要我每個人都係又係好獨特嘅。其實 tips 最重要就係唔好咁急咯。大家做一個冷靜嘅消費者，就是俾多啲時間我自己揀下。係啦，冇錯。Gary 有冇補充啊？嗱，我好贊同 Deborah 嘅講法，就係香水同埋我哋嘅妝容咧，其實都係一樣，要講配合嘅。例如咧，冬天同埋夏天嘅妝容咧就唔一樣啦。這個很對。我也是在冬天很冷嘅時候聞到人家噴果味，我都覺得好奇怪，即係邊度有菠蘿出嚟咧？咁樣咁凍嘅日子，冇錯，即係嗰種感覺你就好奇怪啦。冬天應該濃郁啲，濃郁啲，可能動物味啊，咁樣嘅味道。但係可能夏天咧就適合啲咧果香，或者而家好流行嘅綠茶味嚇。綠茶也可以有香水嘅味道，可以。呢個值得我去研究下先。綠茶味係咪真係好似綠茶啊？係係真係好似綠茶。係啦，因為我哋係模仿綠茶去研發一啲味道出嚟。咁呢一隻咧就比較淡啲嚇，咁所以就適合啲亞熱帶嘅氣候去用啦嚇咁樣。咁另外就係睇下你嘅場合目標嚇，譬如話你去旅行去遠足用嘅香水，又同你參加晚宴嘅香水會唔一樣嚇。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咧，就係香水同埋妝容咧配搭咧，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咁另外就係話如果你對於呢個香水你想做一啲比較特色啲嘅，其實我哋都希望咧，就係而家見到即係一個社會嘅現象，就係有啲人開始想做一個獨一無二適合自己嘅氣味。咁我哋希望咧就係鼓勵咧，即係呢個潮流咧就係自己為自己調製
喺唔同場合或者適合自己性格嘅一個香水，令到好似頭先阿經理咁講啦，就係一聞到嗰隻味，我就諗起嗰個人，係嘛？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可能就係佢要好清楚香氣背後嘅意思嚇，代表個性格咁樣，咁所以最終佢可以自己幫自己去做到一個好嘅香味啦。如果大家有興趣的知道更多的一些消息的話呢，不妨可以找多一些資料，了解多一點，咁都可以即係。我諗係對於生活啦，對於自己個人嘅一啲知識啦，都有很多的一些不同方面的提升。我們再一次呢，要謝謝兩位老師，多謝兩位老師，即係今日嚟分享咁多有用嘅一啲知識同埋資訊俾我哋啦。希望我們大家每一天香氣逼人，好唔好？好 ，OK。那我們呢，希望之後還會有機會可以再聽到老師一些其他的指導。謝謝兩位，我們下次再見，拜拜。